为了因应陪忙甲出去佚佗的人潮，台中清水服务区增加这个防疫措施，除了伫门口呢设置红外线热显相机，禁止发烧的人入去以外，为了符合社交距离的要求啊，强制要求这个民众一定要挂喙罨，将本来这个用餐区也是饭桌啊椅啊呢提掉一半，或者个饭桌啊，敢若一边会使坐人，避免讲食物件时对面会有青云人，安会使减少传染的风险。 红外线显相机发出警告声，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。好在只是有人摕烧的饮料经过，虚惊一场。清水服务区为了因应廉价人潮增加，两个门口拢有人徛板，禁止发烧的人入来。近日室内也是有少部分的人无挂喙罨，服务区大度要求民众彼此维持1公尺半的距离，因此对4月初2廉价开始了后，无挂喙罨免会入来。 目前是用劝导的。明天开始，我们会强制请他，就是一定要戴口罩才进入卖场。用餐的时候不能戴口罩，因此呢，有休息区呢就干脆把一半的椅子全部撤掉，让所有的座位变成单边座位，降低传染的风险。会减少人对面，然后口沫传染这样子。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个安全的那个。 另外，要减少接触传染的风险，边所的水道头全部改做感应式的。虽然服务区估计今年清明的假期人潮比去年足足减少一半，不过也是努力加强防疫措施，然后廉价